怎么又停了？回禀夫人，这是规矩呀。正宫册封入宫，每10步都要跪拜叩谢7国神灵庇佑，以感念水德星君老爷赐给我太渊国一位书秀敏辩、速成敏慧、品行纯淑、克贤内则的王后。哎，得了，我们还有多少规矩要拜啊？回禀夫人，今日的婚程礼分，册立凤迎和锦。咱们现在是册立礼刚开了头，等到了王后府邸永嘉殿，先宣读制文，然后再引领新王后拜位，宣读册文宝文，接金册金宝。走吧。今日郡王助力国公共举大业，此乃开天辟地的头功，小的这就回禀国公，郡王大军即刻进城。撤！臭老鼠，怎么我今日成个婚，你自己倒打扮上了？哎，昨日我怎么唤你，你都不来。今日你倒聪明，知道这轿子里面坐的人是我。不过呢，你那个主子倒是无所不知。真要是这样也就好了。我昨日也白担心了。有东西给我。大婚之日，大乱之时，速速行完婚仪。一旦我喊你见人，你就随元宝离开，越快越好。这是你那个主子写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快躲起来吧。何时能到？夫人，您千万别着急呀，您是太渊国王后。千万不要乱了心思，还有多少礼节要办？您瞧啊，咱这一路上跪呀拜呀的，还得需要些时辰呢。我等不及了。夫人，这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传我懿旨，今日所有繁文缛节全够免了，全速赶到正殿那边。谁要是骂了我定谁的罪，有跑的。夫人，夫人，这不合礼仪呀，夫人！哎呀，快追呀，快追！降士族，玉秀名门，性秉温庄，笃贤礼法，公权义范，素庸德貌，柔家诚信，父资淑惠。移炷香的时间快到了。